我叫蔡开丽，今年28岁，来自双溪大年。我相信，无论自己多普通，终究会被看见。我从3岁开始跳舞，7岁开始唱歌，很早就喜欢上站在舞台上的感觉。而幸运的我，得到老师的疼爱，常代表学校去比赛，还获得好成绩。 不过几年前，我遇上了一连串的挫折，脚受伤，声带出问题，比赛不顺利，让我感到非常的失落。但很庆幸，在这个低潮期有家人陪伴在我身边，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。这一次，我会把握住机会，在台上好好的表现。